今天就是修改，我排在第14名。会委屈吗？不能讲委屈，我做中国国民党的这2年左右的主席，是最穷、最艰苦、最难的主席。好，这里。对，聊一聊，是不是因为感受到党内压力，所以不分区名单才会有所调整？不会，因为有些调整是因为有一点问题，有 trouble 嘛，所以必须要修改一些。那我必须要讲哈，我礼拜3曾经接受我们好朋友也是常委的建议哈，说假如排到第14，刚好是我们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有可能到达的边际，就是边缘。那这样子的话会更好，不要在10名或者8名比较安全的名单，会有一点点遗憾，所以我把它改成第14。今天就是修改，我排在第14名。会委屈吗？不能讲委屈，我做中国国民党的这2年左右的主席，是最穷、最艰苦、最难的主席。可是我们打了胜仗，9合1大选，22个县市赢了15个县市长，议会22个县市赢了19个议会议长。我们重新振作起来，虽然很穷，但是志不穷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，让韩国瑜能够在明年1月11号高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，然后立法院也必须要过半，达到60席的目标，才能够非常稳定的，一方面公平公正监督，代表民意来监督政府，一方面对政府正确的法律预算跟政策能够全力支持，使韩国瑜政府在成立之后能够为国、为国家、为人民造福。那些还是有待澄清，因为其中好像有2位被有一些影片说是他参加了一个什么活动，但是根据了解，这是3年前，是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的诞辰，有很多的将领，大概有30几位，都去北京参加。那因为是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也是我们本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的150岁的诞辰，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是很端正的。马系联系都有子弟兵进安全名单，这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？我没有考虑过什么马系跟联系，我也没有无系啊，所有的我通通都不是我记得的，我只要大公无私就好，我不管谁是什么马系、什么联系、什么系，在我心目当中，只有中华民国派，没有任何系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目标。